我相信好多女仔都應該試過私密處出現不適嘅問題，尤其喺呢個又熱又濕嘅天氣啦，私密處會出現呢個痕癢、灼痛同異味，真係好難受。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，有一次去旅行，第一日 landing 嘅時候已經覺得私密處有啲唔係好舒服，有啲痕痕地，但係就希望唔好中招啦，一路喺度祈求上天。但係點知等到第二日起身嘅時候呢，就已經出現咗呢個豆腐渣嘅分泌物，就知道自己瀨咗嘢啦。咁啊，因為只係第二日落到地旅行呢，就唔方便即刻飛翻香港睇醫生。咁啊，第一下諗起嘅呢，就係即刻去買護理液去洗啊。咁啊，首先你要揾下邊度有護理液啦，同埋可能又會買貴咗啦，亦都唔係你平時用開嘅品牌，你可能會覺得冇乜用。而去旅行呢，通常都係早出晚歸啊，一係朝頭早洗咗啦，但係要等到夜晚翻酒店先有得洗啊。咁你嗰個痕癢點樣解決呢？再加上嗰一次去旅行呢，係喺夏天嘅時候，日行2萬步啊，大髀內側不斷出汗啦，咁就所以更加放大咗嗰個痕癢啊、不適啊、灼痛異味嗰個感受。咁我點樣可以喺旅行嘅時候保障自己私密處嘅安全呢？咁最近就試咗呢個 Collegiate FemiPro 嘅產品，佢係香港名牌 Collegiate 科麗健旗下一個熱賣嘅私密保健品嚟。咁你見到咧，呢度有兩款嘅，一個就係長效正本膠囊啦，一個就係益菌舒緩噴霧。呢隻長效正本膠囊3合1功能，可以保護私密、泌尿及肛部健康，解決頻急滲問題。佢擁有5項專利認證，只需要1日就能夠抑制大腸桿菌、白色念珠菌等私密處嘅細菌生長。連續服用24週之後，感染率可以減少89% 啊。FemiPro 含有多種專利成分，例如洛神花、4種絲襪益生菌同埋菠蘿酵素。專利蔓越莓成分經實驗證明，抑制白色念珠菌效果超過其他品牌。產品採用咗3層封裝技術，保護有效成分唔會被胃酸破壞，直達私密處。產品係無添加、無藥性、無副作用，可以安心服用。另外我都親試過呢個膠囊，保健狀態呢就1日2粒，如果受感染呢就1日4粒。咁我食咗2個禮拜呢，明顯個異味係減少咗好多嘅。另外同系列仲有一隻益菌舒緩噴霧，出咗好幾年噶啦，唔少朋友都用過，佢哋話性價比高，我自己都覺得比起用凝膠真係方便好多。呢支噴霧360度噴嘴設計，倒噴無死角，唔使遷就噴射嘅方向。檢測報告證實可以抑制99.9% 私密細菌啊，即時舒緩痕癢同埋刺痛，真正做到快、狠、準。白茶花淨味因子可以去除不良嘅氣味，仲添加咗美白、保濕同埋緊緻嘅成分，改善私密部位嘅暗沉、黑色素同埋乾燥敏感嘅問題。我自己試過噴呢個噴霧呢，就有少少涼涼地嘅感覺啦，有一陣清新嘅花味，係令人覺得舒服唔抗拒嘅。聽講佢仲有一個隱藏版嘅用法，就係噴落啲衛生棉度，可以有效預防感染噶。咁所以我平時都會帶埋佢去旅行，以備不時之需啊嘛。私密妥膠囊加噴霧，內服外用，治標治本，效果更好。如果你都遇到類似嘅問題，我推薦你去萬寧試下呢個 FemiPro 嘅產品啊。產品係萬寧門市同網站有售。